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又返到嚟貓貓研究所，我係阿貓。你有冇諗過日本最成功嘅100 yen 店背後嘅創辦人其實唔係乜嘢商業奇才，反而係一個做乜衰乜、倒霉到極點、人生不停失敗再失敗嘅黑仔王。佢試過接手家族生意失敗，欠下巨債，漏夜帶埋老婆仔女逃走去東京，10年轉工9次，生意有啲起色時，突然間住家兼倉庫俾大火燒晒。但偏偏就係呢個輸清光唔知幾多次嘅男人，最後竟然靠一句全部100 yen 創造出改變日本零售史嘅帝國。今集我哋就由頭講起，睇下 Daiso 創辦人矢野博象點樣由一個多次徹底失敗嘅超級黑仔王，變成一個日本零售業傳奇人物。大家好，我係阿貓，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。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。我會好似貓貓一樣，充滿好奇心，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，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。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。Daiso 大創嘅創辦人矢野博象，本名栗原五郎，1943年4月19日出世，地點唔係日本本土，而係中國北京。當時佢父親喺華北行醫，而佢喺家中排行最細，係8兄弟姊妹入面嘅5男。表面睇，佢母係家族同廣島地方金融家族有淵源，祖父亦係地主，好似唔算差。但現實係佢父親長年為窮人義診，搞到家庭經濟一直拮據，所以矢野由細已經深深感受到金錢不足帶來嘅不安。再加上父親管教非常嚴，成日強調要靠勞動、靠技能立足，呢種成長環境令矢野後來做生意時，始終帶住一種近乎本能嘅危機感。矢野嘅早年生活唔係熱血勵志故事，而係失敗再失敗。佢曾經沉迷拳擊，甚至一度成為1964年東京奧運羽量級候選選手，但最後因為覺得自己資質有限，主動放棄咗呢條路。之後再考入中央大學理工學部2部夜間部，修讀土木工學。大學畢業後，佢入贅妻子家族，並改姓矢野，改名為矢野博象。佢返到廣島接手妻子家族在美道市嘅魚光圍魚養殖事業。原本睇落係一條安穩人生路，但結果又係失敗。因為經驗不足同經營失誤，呢盤養殖生意好快執笠，仲欠下700萬日元巨債。以60年代嚟講係天文數字，最終喺無力還債又受債主壓迫嘅情況下，矢野喺1970年除夕夜帶住妻兒偷偷地離開廣島，漏夜走佬去東京。去到東京之後，矢野博象並冇即刻翻身，反而仲要喺社會底層掙扎。佢前後轉職9次，做過百科全書推銷員、廢紙回收、道路標識設置，仲有唔少低收入、冇尊嚴、冇穩定收入嘅臨時工。如果你用一般成功學嘅角度去睇，呢10年矢野幾乎可以話係完全失敗，因為佢唔單止冇建立事業，甚至連3餐溫飽都成問題。但從另一個角度講，正正係呢10年最底層、最唔體面嘅生活，令佢比一般老闆更了解普通消費者。佢知道一般人買嘢唔係做理性模型分析，而係諗3樣嘢：安唔安心、值唔值得、會唔會買錯。而呢種對庶民消費心理嘅理解，後來就變成大創最重要嘅商業直覺。1972年3月，矢野博象返到廣島，創立矢野商店，呢個就係大創最早期嘅雛形。當時佢根本冇能力開固定門市，只可以用貨車載住家庭用品同雜貨，喺超市停車場、社區空地、活動場地搭臨時帳篷賣貨，靠住高度機動性維持生計。呢個時期啲商品仲未統一價格，而係按進貨成本逐件貼價，亦即係話每日出車前，兩公婆都要花好多時間睇幾百件貨，逐件標價，程序繁瑣，效率極低。但就係呢種辛苦又混亂嘅流動販賣模式，令矢野觀察到一件後來極關鍵嘅事：當價格唔清楚，顧客就會猶豫；而對小本生意嚟講，顧客多問一次價，慢1秒決定，都可能直接影響成日營收。亦即係話，零售問題有時唔係貨夠唔夠平，而係顧客可唔可以快啲安心落決定。100 yen 均一價唔係來自精密市場研究，
亦唔係由財務模型推演出嚟，而係一次混亂被逼出嚟嘅答案。大約喺1973年左右一次促銷活動，因為突然落雨，價錢牌都未貼好，但顧客已經大量出現，仲不停追問每件貨幾多錢。喺現場咁混亂之下，此野根本冇時間逐件貨睇，佢突然之間衝口爆咗一句：全部100 yen 啊！點知就係呢句說話，竟然立刻引發搶購。原因唔難理解，顧客唔使逐件問價，購買決策即刻快咗，而統一低廉清楚嘅價格，亦令人產生一種我應該唔會買貴咗嘅安心感。所以100 yen最勁嘅地方唔淨係平，而係佢幫消費者慳咗思考成本同埋買錯嘅心理風險。換句話講，大創賣嘅唔單止係平貨，而係一種低風險消費體驗。而呢個體驗正正就係大創之後可以發揚光大嘅起點。但當生意啱啱有少少起色，超級黑仔嘅此野博象又再遭遇近乎致命嘅打擊。佢嘅住家兼倉庫發生火災，積蓄、庫存、卡車幾乎全部燒毀。對一個曾經欠債夜逃，仲喺重建生活嘅人嚟講，呢種打擊幾乎等同再次破產。正常人行到呢一步，大概已經會認命，覺得自己真係做乜都衰。但此野最傳奇嘅地方，唔係佢特別有天分，而係佢喺最倒霉嗰一刻都冇放棄。佢並冇因為火災停止營業，佢每日清晨就出門準備貨品、裝車、做移動販賣，來回各個超市停車場、空地同活動場地，往往忙到深夜先返屋企。即係話佢唔係靠貴人，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每日早出晚歸，幾乎冇喘息空間嘅死捱，一點一滴將生意重新撐返起身。而亦正因為火災將所有退路都燒光，佢反而更加堅定追求高效率、高周轉、低風險嘅經營方式。其後喺1977年12月，佢正式將事業法人化，成立株式會社大創產業。至於公司點解叫大創，佢當時雖然公司好細，但已經抱住希望創造一家大公司嘅強烈意志，所以公司名一定要有個大字。至於創，可以話意思係要創造一間大企業嘅意思。佢當時立下目標，希望有一日做成1年1億日元生意。去到1980年代，日本社會對100 yen 商店其實唔係好有好感，普遍覺得廉價、粗糙、唔耐用，甚至有種買平貨其實更蝕底嘅觀感。此野知道，如果大創只係賣平，唔可能長期建立信任，所以佢反而刻意令部分商品睇落比100 yen 更值錢，甚至有啲貨成本高達80至98 yen 都照樣賣100 yen。從短期財務角度睇，呢種做法近乎黐線喎。但從顧客角度睇，一件睇落唔止100 yen嘅貨，會帶來好強烈嘅驚喜感，而呢種驚喜就會變成口碑、回購同信任。所以大創真正賣出街嘅唔止係便宜，而係咁平竟然都唔差嘅心理落差。呢一點正正就係佢能夠喺成個100 yen市場跑出嘅原因之一。講大創早期擴張，一定要講著名嘅吸盤魚商法。由於大創早期冇資源進駐核心商圈，亦冇品牌力同大型零售商正面硬碰，所以佢選擇依附喺大型流量客群旁邊生存，借人哋嘅人潮做自己生意。大創早期大約60%營收同大榮百貨活動場地有關。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，大創主要靠移動販賣同特賣會模式營運，而大榮超市前方廣場同特賣區就成為佢最重要嘅銷售基地。但去到1980年代後期，大榮百貨創辦人中內功認為100日元均一價特賣場太 cheap， 會弄髒場地並損害百貨高檔形象，因此全面終止同大創合作。呢一下等於直接斬斷咗大創大約60%營收來源，對公司嚟講幾乎係生死線。呢一次此野又再遇上衰運，但此野冇退縮，反而轉去大型商場出口、交通要道、交會位或者鄰近位置開店，將原本屬於主力零售商嘅人流直接轉化成自己嘅進店客源。呢個策略最厲害嘅地方唔係豪華，而係位置計算得非常準。消費者喺完成主要購物之後，最容易願意順手再行一陣，而大創就喺呢啲位置用低租金、高密度商品、清晰價值感去吸客。呢
呢種做法令大創喺資源不足、品牌未夠大嘅時期，仍然有方法慢慢將自己養大。1991年4月，位於鄉村縣嘅高松店開幕，成為大創第一家具有標誌性意義嘅直營長設店。呢件事唔只係開咗一間新鋪咁簡單，而係象徵大創正式由流動攤販、臨時特賣模式轉型成可複製、可管理、可擴張嘅制度化連鎖零售企業。而喺高松店之後，大創仍然面對兩大難題：第一，失去大榮之後點樣繼續擴張？第二，100煙店仍然背住便宜冇好貨嘅污名。子野嘅做法係繼續用高於預期嘅品質去打破顧客嘅成見，同時透過常設店令顧客回訪更穩定，商品組合更可控，未來亦更導入 POS 數據、商品替換節奏同供應鏈協調。結果大創慢慢由靠現場賣力變成靠系統運轉，再加上1990年代後半期，日本進入長期通縮同不景氣，消費者變得需要又便宜又實用嘅商品，大創亦因此迎來爆發式擴張，最後喺2001年完成47都道府縣全國制霸。後來大創遇上一個可靠嘅合作夥伴，由2003年開始，大創同AEON永旺百貨之間已經形成咗非常明顯嘅互補互利關係。AEON作為大型綜合零售與購物中心集團，提供商場空間、穩定家庭客群同高質量通路，而大創則提供高頻率日常客流、低門檻購物需求同極強吸客能力。所以今日你喺日本好多 AEON Mall 或 AEON 超市入面見到大型大創門市，其實唔係巧合，而係雙方角色本身就互補。歷史住係好諷刺，大創早年被大榮百貨踢出局，後來去到2006年，大榮陷入破產邊緣，由 AEON 出手相救。去到2015年，AEON 更加併購成間大榮百貨，反而當年被大榮社長中內功嫌棄太 cheap 嘅大創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同 AEON 合作無間。所以話做生意未到終點係未知輸贏。如果你問大創點樣做到長期有咁多100yen貨品，關鍵唔只係賣得平，而係佢對商品企劃同供應端有極強掌控力。大創大約90%商品屬於自社開發，即係話大創唔係被動喺市場平貨翻嚟賣，而係主動設計產品、規格、價格，再反向安排供應鏈去配合。佢透過跳過中間批發商，直接同代工廠合作，再利用龐大門店網絡同採購量去壓低單件成本。更重要嘅係，大創唔係要求每件商品都賺一樣多，而係睇成盤大數，亦即係俗語話拉上補下。有啲商品冇利潤甚至蝕本，但又有啲利潤好好賺得返。至於點解對手咁難做到100yen，原因就係今日環境已經同當年好唔同，日元貶值、原料上升、全球通脹同步發生，單一價格模式壓力極大。大創之所以仲穩得住，係因為佢早已經唔係傳統意義上嘅純100yen店，而係透過200、300、500甚至1000日元商品拉開價格帶，用整體毛利結構吸收成本波動。相反，長期堅持全部100yen作為品牌核心嘅對手，一旦進貨成本逼近售價上限，就只能喺份量、材質、規格或者供應穩定度上硬食壓力。所以真正嘅競爭已經唔再係邊個死守100yen，而係邊個喺價格鬆動之後，仍然可以令消費者覺得有價值。不過，大創嘅成功唔代表佢冇污點，快速擴張同極端壓低成本，亦同時增加咗品質與法規風險。大創曾經喺2012年同2014年喺日本本土2度違反下請法，即係防止大公司利用地位欺壓供應商、外包商或較細公司嘅法律。大創喺追求極限低價與高周轉嘅過程中，曾經將成本壓力過度轉嫁俾供應商，所以2度被處分。呢件事令到大創俾公眾留下壞印象，大創為咗利潤，會欺壓同霸凌供應商。2015年，部分指甲油商品更被驗出含有禁用甲醛成分，涉及26款產品，並需要全面回收。而海外亦有嚴重案例，2018年台灣大創曾爆發偽造文書事件，
最終遭重罰4164萬新台幣，並被廢止出進口廠商登記2年，令後續2年無法自行進口貨物，對供應同商譽都造成重大打擊。呢啲事件說明，當企業商品數量龐大、更新速度快、價格又被壓得極低時，任何供應鏈監管鬆動都可能好快演變成公關危機、法務風險，甚至侵蝕消費者對便宜但可靠呢個核心印象。去到今日，大創已經唔再只靠單一品牌，而係逐步建立多品牌矩陣。核心品牌 Daiso 負責高覆蓋、高頻率、高性價比基本盤。Standard Products 向居家美學延伸 ，3P 則主打女性生活風格市場。呢種分工代表大創已經唔再滿足於做一間單純平價店，而係想喺平價框架之上，再加入設計感、生活感同更細緻嘅消費分層。呢個3大品牌矩陣最重要嘅意義係令大創唔使將所有經營壓力都塞入100yen主品牌，而可以用唔同品牌去應對唔同客層、唔同價值感、唔同消費情景。大家去日本旅行，梗係會俾 Daiso 裏面又便宜又實用嘅商品吸引住喎。最開心係即使買咗好多嘢，俾錢時發覺一大袋都只係幾千yen，呢個就係 Daiso 大創嘅魔力。如果要用一句去形容此夜博象，我會話佢唔係一路贏上去嘅人，而係一個不停徹底失敗、黑仔到離譜，但始終冇放棄過嘅人。但係幸運之神又唔係完全唔眷顧佢，佢最經典嗰句全部100yen變成開啟佢成功之路嘅鎖匙，亦成為日本人日常生活最熟悉嘅零售符號之一。呢度係貓貓研究所，我係阿貓，我哋下集再研究其他公司，再見。